这里真好看。哦，你帮我拍一张啊？你帮我拍张照片，发给11。怎么了？太土了是吧？不好看吗？喷水挺好看的啊。哎呦，可能是我最近太久没照相了，就吃胖了，看上去越土越胖。哎。雪姬，啊？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拍照的吗？怎么现在突然想拍了？啊？你说这个呀？以前不拍呢，是怕别人发现，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啦。所以呢，看到好看的、好玩的，就想拍下来给大家看喽。是给大家看，还是给顾11看？嘿嘿嘿。我说这个11啊，有这么好吗？好到让你把这么久的习惯改掉，好到让你不用隐姓埋名的生活，好到让你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那么好吗？11他就是那么好。那我呢？我是没有他帅，没有他有才华，还是没有他个性好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很高很帅，聪明又会赚钱，体贴温柔又有礼貌，你这种类型很招女生喜欢的。那你呢？既然我像你说的这么好，那你怎么不喜欢我？我刚刚跟你说过了吧，东西再好吃呢，我也只有一个胃；你再好，我只有一颗心，只能给我喜欢的人。我已经给11了，没有办法再分给你了。哎呀，开玩笑的了。其实呢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在一起。就像我说的，我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，不求人是我的原则。如果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还有机会拒绝我；如果要是单方面喜欢你呢，那你就没有机会拒绝我了。这样就够了。祷告完了吗？完了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好好照顾自己，可以睡得安稳，再也不做噩梦了，吃得白白胖胖的，他们就可以放心了。刘雨涵的事情结束以后，你心里好受点了吗？你呢？我很轻松啊。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杀了那么多的人，理所应当的，他应该受到那些惩罚。只不过，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了。她是我妹妹，从小她就又漂亮又聪明，事事都做得比我好。如果她不是我妹妹的话，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吧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的一个亲人都没了。就跟我一样。要不咱俩凑合凑合？谁要跟你凑合凑合呀？
十一吗？哦，我明天就回去了，你来不来接我呀？我活动还没结束呢。那好吧。最近我的新闻满天飞，你不来接我也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再见吧。喂，你好。明天活动是2点结束，对吧？是的。可不可以帮我改成明天回去最早的机票？啊，可以，请稍等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在法国多玩几天吗？这次李家的人你一个都没见。上了年纪了吧，不想见那些不喜欢的人，只想把时间都留给我喜欢的人。都对你捐献财产这件事很惊讶，你不打算跟他们解释一下吗？不解释了吧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免得到时候呀，秦思又觉得我还在气他，到时候派人来暗杀我。我现在呀可是普通人啦，我得惜命，毕竟好好珍惜生命，才能跟十一过一辈子呀。天天都是十一的，好像离了这个人你活不下去似的。活不下去了。慢点儿，摔倒怎么办？哎呀，有你在我才不会摔着呢。哎，你不是说不来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提前结束了。哦，想我了吧？没有。没有？没有你干嘛结束活动来找我呀？平时在身边，跟你吵惯了，突然不吵了，有点不习惯。那我以后呢，每天都吵你。No。干嘛？噔噔噔噔！现在开始呢，我们的分礼物环节。首先，江淮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好吃的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我觉得我前面20年都白活了。你要吃吗？好吃。他们这样是在打情骂俏吗？所以这整间屋子里只有我落单了。不要伤心，考虑到你，什么呀？我特意给你买了这个玩偶，送给你，来吧，凑一对儿吧。OK， 春山，当当当，这是你一直想要的书的原版，我回法国第一时间就从陶德那里拿到了这个原版哦，不仅拿到了原版，还拿到了作者放在朋友手中部分存稿。哎呦，价格连城，你千万不能弄丢，弄丢就没有第2份喽。不行，我要先去洗个澡，再洗10分钟手再拆。拆开看看嘛。凡人的手不能碰。他们都有礼物啊。哦，出去旅行当然要给好朋友买东西了，对吧？那我的呢？
哇，你要什么礼物啊？噔噔，你有我爱就够了。干嘛？还在生气啊？没有。噔噔噔，嘿，特意给你买的礼物哦，看看，不要。哇，是我们世姨最喜欢的颜色呢。不要。我帮你戴一下。怎么记得呢？唉，忘了问问陶德了。好像对呀。咦，朝这么一拉就行了。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啊。那个姐姐，我们找你是有事情的。啊，对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我们特别感谢你送给我们的礼物，去旅游还想着我们，我们真的特别感激你。对。然后呢？那个旅游的时候，对了，我们还没有一起去旅过游呢，我们出去旅行吧。对，好，旅行，好，去睡觉去。喂，陶德啊。哎，小姐，你上次跟我说的体检那个事儿啊，能不能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啊？哦，没问题，小姐。您是想做身体检查吗？小姐，那您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习惯了异于常人的体质吧。我最近啊特别嗜睡，有的时候啊浑身疼。对了，我前2天还吐了，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。小姐，那您是怀孕了吧？你别乱说。好了，你尽快帮我安排吧。我想这次旅行回来之后就尽快做。好的。在公司的花名册上看到你的地址，想过来看看你住的地方。没想到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晚上打球的习惯还是没变呢。好的习惯为什么要改啊？春山，其实我找了你很久，朋友们都失去了你的联系，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不过现在看到你能回来，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对不起。之前因为太年轻了，所以才会犹豫，才会摇摆，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让你不开心，跟你吵架。现在想想，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你让着我，我都没有理解你，对不起。你没必要说对不起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，我也不想抹掉那段记忆。时间总会过，人最重要的是往前看吧。
山，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没有了，我并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报复，只是我不怀念过去，我也不爱你了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，啊，见过吧？谢谢你的水，走了。回来啦。嗯。你们刚刚聊什么呢？哎呀，说喜欢你嘛。什么？走了。学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嗯，出去了吗？哎呀，没看见他在客厅吃零食，我都不习惯了。啊，上楼吧。走吧。哎，我们带玉米了吗？我晚上想吃烤玉米。哟，去哪里啊你们？啊，现在都不找我。派几单身啊？哎呀，不是怕你忙吗？不忙。嗨，你让开点，我坐中间。喂，没位置了，喂。有。出发。Go go go！ 出发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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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Oh baby, tell me, what can I do? My heart is burning. Wanna be close to you. Take my hand till the end. For you, I will never surrender. 'Cause you are my girl. Oh baby, will you just be there for me? My heart is beating. Wanna fight for you. They can't stop me. I will fight for you. You should know. I'm waking up on the crowded street with a fake smile, pretend that I'm okay. Now it's time for us to face the truth. Can't you see now? We've gone too far away. Dream of you when I close my eyes. Wish there's someone I can hold you tight. What if we can start over again? Do anything to find for you.这边。哎呀，要不咱们玩游戏吧？啊不，还要为什么？你敢跟雪姬玩吗？从古代到现在，没有她不知道的东西。你这叫以卵击石。嘿呦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你第一次说的成语啊？我又没说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玩知识竞答，你们生的什么样，我又不是没见。我知道了，打牌好不好？我最近新学会了打牌，好好玩啊！我觉得我之前一千年白活了，真的。不要，我很穷的。就真心话大冒险吧。好，行吧，黑白配吧，来。黑白配。雪姬，你，雪姬，第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？1000年前。好女人。黑白配。啊，雪姬。怎么又是我啊？有过几次感情经历？一段，还结婚了。离异少妇，少妇。黑白配。这句话。大冒险。好吧。大冒险和在场的任意一位嘴对嘴吃饼干，我是不会和你吃的。我也不会。我来。
天上那么多星星，也不知道救我的来自哪一颗。当初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救的我？一个人待那么久，很难熬吧？嗯，是挺久了。其实，在这个世上活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最善变的其实是人类。树木一直长在那里，河流有时干涸，有时流淌，但人的一生，有时勇敢，有时天真，有时虚伪，有时懦弱。有时候你觉得毫无希望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你有希望可以爱到世界的尽头。我就是靠着这个希望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。啊，不过我觉得很值得，就算是为了此时此刻，都是值得的。以后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等那么久。十一，这里好美啊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了。那就不要离开，一直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前天晚上，刘玉涵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因为死得非常蹊跷，所以法医进行了尸检。结果是，他的外表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但是全部器官都已衰竭，就像是80岁老人的状态。有结论吗？从器官来看，是正常的衰老致死。给牛奶。雪姬呢？啊？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呢，不知道去哪了。啊？刚刚出来喝水，就没回去过啊？啊？雪姬不见了，我去找一下。啊？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？你别过来，
什么？我说你别过来！我们结束吧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怎么突然这样？啊？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？我就是这种随心所欲的人。再说了，我的生活，我的选择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以前的世界里没有你，以后也不需要。装聋或者作哑，又不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哎，雪姬，你干嘛去了？刚刚十一去找你了，你知道吗？车钥匙在哪儿啊？你要开车啊？嗯。我先开车走了，你们自己叫司机来接吧。为什么？哎，雪姬。喂，医生是吗？哦，之前陶德帮我约的那个体检，现在可以做吗？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检查出来我身体有什么异样的话，以现在科技发达的程度，可以治吗？视情况而定，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学姐，我回来了。害得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突然间怎么了？嗯，雪姬呢？可能睡了吧。雪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需要我的帮忙吗？如果是我有办法的，我一定帮你解决；如果是我办不到的，我也会帮你想办法的。
救救我！我听涛涛说了，一切都会没事的，相信我。我不该说那些话的。什么话？我不该说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地狱。我不该说什么潇洒的去死这种话。李哲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不想死，一点都不想死。我想活着。我活了那么久，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爱人和朋友。我不想这一切就这样结束。告诉顾诗意了吗？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呢？诗意，我会帮你告诉他们的。你还是别告诉他了吧。不是说了吗？在那个人身边，他就可以给你希望。那就留在他身边吧，让他给你希望。我曾经也希望我是那个人，不过我知道我做再多，也抵不过那一切你。我说的心甘情愿，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，不应该由你一个人全部承担。雪琪，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，而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。你们两个现在是一样的。